好 practice paper one 第9條。好啦，佢同你講 the following table 啦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online hours spent by a group of children on a certain day。好啦，佢就同你講某一日咧，咁一班細路咧，佢上網嘅時間就用下邊呢個 table 去表達翻出嚟嘅。好啦，咁呢個中文同學嘅題目啦 ，OK， 中文同學嘅題目咁就比較簡單少少啦，見到個大抽樣嘅好長嘅 ，OK， 咁我哋睇一睇啦。好啦，佢就同你講，俾咗咁嘅 value 你啦，俾咗咁嘅 table 你啦，就問你4分位數間距嘅最小可取值同埋最大可取值。其實呢條咧問得有啲白痴嘅，坦白講。OK， 嗱，最大可取值同埋最小可取值，當佢4分位數 R 同 S 依家都係未知數 ，OK，R 同 S 都係未知數嘅情況下，咁我4分位數最極端，4分位數最極端最大啊 ，OK， 最大啊嘅差距就係5同埋2啦，係咪？最大嘅差距就係上4分位係5，下4分位係2。咁最大嘅話，咁係咪5減2等於3啊？呢個就係最大嘅可取值，得唔得？有冇問題先 ？OK， 而家 S 同埋 R 都係未知數嚟嘅，咁所以我4分位數間距可以由任何嘅上4分位同埋下4分位組成。OK， 咁由任何上4分位同下4分位組成的話咧，我上4分位可以係5，下4分位可以係2，得唔得？咁佢哋兩個組成嘅4分位數間距就會等於3，5減2等於3，得唔得？同樣嘅概念，上4分位可以係3，下4分位亦都可以係3，或者上4分位可以係5，下4分位係5，上4分位係2，下4分位係2，都冇問題。咁於是乎我就知道，我其實個數值可以係5減5或者2減2。OK， 因為 R 同 S 係未知數。OK， 所以我嘅上4分位同下4分位都可以 base on 佢哋兩個所對應嘅數值去做出嚟嘅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咁佢哋計出嚟嘅話咧，5減5係0，2減2都係0，所以佢哋最少嘅可取值就係0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其實我揾到㗎啦。咁佢叫你求喎，求嘅話其實呢條係呢個位有2分嘅，應該2加3啊，呢個第9條應該係5分題嚟嘅。第9條5分題的話咧，咁佢應該2加3啦。咁2加3的話咧，咁呢個咧你要寫翻個步驟俾佢，點解要俾個 CD 嘅？呢個應該 AB 嚟嘅 ，sorry 啊。我應該冇 restart 到佢個 arrangement。好啦，嗱，咁呢個咧2分題 ，OK， 2分題嘅話咧，咁我咪直接寫翻啲式俾佢咯 ，OK， 5減2等於3 ，OK， 呢個係最大可取值，得唔得？5減5等於0，呢個係最小可取值。好 ，A 題做完。去到 B 題就同你講 R 等於9，我用下邊呢個表畫啦 ，OK， 用中文同學呢個表畫，咁英文同學呢個表我上邊畫咗啲嘢，咁就唔理佢啦。R 依家唔係等 R 啦 ，R 依家係9嚟嘅 ，OK，R 係9，中位數 median distribution，OK， 分佈嘅中位數要係3，即係要係呢個位 ，OK， 中位數係咩意思啊？前邊後邊大家係一樣嘅，好啦，中間呢個就係3。OK， 中間呢個就係3。好啦，9加8前邊係17。OK， 我要 make sure 呢嚿嘢係呢嚿嘢。OK， 令到個中位數可以係喺3呢個位攞到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萬一如果後邊呢個大過佢，如果後邊呢個係，如果前面呢個17後邊呢個18的話咧，咁啊呢度2啦、3啦，跟住呢度4啦、5啦，好啦。呢度加埋18的話，咁個中位數就會出現喺4嘅咯喎，係咪啊 ？OK， 個中位數就會出現喺4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我12加 S 係咪一定要細過前面嘅嘢啊？前面嘅9加8啊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所以 S 係咪會細過17減12？細過5啊，係咪？咁 S 係正數嚟㗎嘛 ？OK，S 係正數，咁 S 都冇可能係負數嘅，細路嘅人數你唔會計到負數㗎 ，OK。好啦，咁所以佢唯一可以做嘅係咩啊？唯一可以做嘅係 S 等於1、2、3、4 ，OK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有同學問0算唔算啊？0算唔算啊？0係咪正數嚟嘅？唔係，佢同你講佢係一個 positive number， 同你講係一個正數，0唔計 ，OK。咁所以 total 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 ，total 有4個，得唔得 ？OK， 呢個位如果唔明嘅話，可以留低 comment。咁我再講多一次，我中位數要係3，我要 make sure 我前邊呢一橛
係同後邊呢一橛啱啱好係對半開，或者前邊呢一橛係多過後邊呢一橛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我先可以令到我中位數控制喺3以內，有冇問題？有冇問題？好啦，嗱，而家我計到1、2、3、4都得啊嘛，咁我逐個去試下啦。呢個13，呢個17加埋30個，咁除翻25，OK， 除翻25，咁加埋雙數的話咧，咁我攞14同15去做，14同15第9個喺度啦，咁去到14同15都係3嘅，咁所以佢中位數。咁攞埋最大嗰個去做啦，12加4 16，前面係16，後邊係17，加埋33，除翻2係16.5，我直接攞第17個去做，第17個嘅話即係最尾呢個3，亦都係3中位數，得唔得 ？OK， 有冇問題？咁好多同學其實都諗到啊，其實都諗到佢呢個咁嘅 concept 啊，其實都諗到佢最多係4啊，最少係1啊咁樣啦。即係你會知道你如果係5嘅話咧，如果 S 等於5嘅話咧，咁你會知道你12加5等於17的話咧，前面同後邊一樣，雙位17、17、34除翻2係17，OK， 咁我就會攞第17個同埋第18個加埋除2。將呢兩嚿嘢加埋除2，其實即係3加4 over 2，咁即係7 over 2，即係3.5。咁所以我已經知道，當佢係5嘅時候咧，我中位數已經唔係3㗎啦。OK， 咁其實好多同學咧都係可以做到，知道1、2、3、4係答案，但係唔知點解釋。咁其實呢度有3分嘅，呢條式值1分啦，呢個答案值1分啦，寫翻晒出嚟，4個 possible value 1分嘅。OK， 有冇問題？好啦，咁如果冇問題的話咧。原來呢條係3分，呢條係2分。睇翻個 marking。好啦，嗱咁即係咧，呢個位咧係冇分嘅。你解到呢度咧得1分 method 分嘅啫。OK， 咁反而咧呢度係有1分 method， 計到一個1分 method 啦，跟住有2分 answer 嘅。OK。